我今日嘅發言主題係發揮全運會嘅後續效應，提升體育嘅經濟同埋社會效益。第15屆全運會同殘特奧會將於本週日同埋下個月舉行。今屆最大嘅關注點就係由粵港澳3地共同承辦，而喺今屆嘅盛事入邊，澳門嘅賽區承辦咗5個比賽嘅項目，而為做好相關嘅工作，特區政府、本地體育界、社會各界以及運動員、志願者等都做咗大量嘅工作，值得肯定。本人喺度亦都預祝全運會同埋殘特奧會能夠圓滿成功，亦為澳門嘅運動員加油，預祝佢哋能夠可以勇闖佳績，為澳爭光。今屆嘅賽事設有競賽同埋群眾賽事兩種類型，前者主要係向專業嘅運動員，後者則係讓廣大嘅民眾能夠可以參與，以推廣大眾嘅體育。因此，今次嘅盛事唔單止係體育競技嘅舞台，更加係推動體育同埋經濟發展嘅重要契機。希望政府能夠把握全運會嘅辦賽嘅時機，透過推廣計劃帶動社區經濟，並發揮全運會嘅後續效應，提升體育嘅經濟同埋社會嘅效益。近年世界各地越嚟越多人重視運動同埋生活質素嘅提升，而體育經濟成為咗驅動經濟社會發展嘅重要引擎。當前全球不少嘅城市亦都正利用體育嘅賽事同埋產品嚟推動城市同埋產業嘅轉型升級。縱觀鄰近嘅地區，包括香港嘅啟德體育館嘅啟用，廣州同埋深圳亦有不同類型嘅體育場館落成或者係升級改造。呢啲嘅場館既能夠可以支持當地體育嘅發展，亦都能夠舉辦盛事，提供一啲嘅機會，增加文旅空間，提供條件，從而帶動經濟同埋旅遊業嘅發展。而本澳方面，近年嚟隨住越嚟越多體育盛事落戶澳門，居民對於運動嘅需求亦都持續增加，但係受到場地資源嘅限制，本地體育嘅空間供不應求，窒礙咗本地專業運動員嘅發展，以及大眾體育嘅推廣同埋參與。而體育場館係發展體育嘅重要配套，本人希望政府能夠可以善用土地資源，建設更加多嘅體育空間同埋設施，尤其係積極考慮將馬場打造成集體育場館、文旅、商場等嘅綜合體，以滿足不同體育項目嘅場地需要，並為體育產業化、文旅嘅發展提供條件。而喺支持運動員發展方面，建議政府要加強對運動員嘅生涯發展同埋教練團隊嘅資源投入，完善科學化嘅訓練，推動運動員從青訓到退役嘅全週期都有足夠嘅保障，建立穩定嘅人才梯隊，令到體育嘅事業得以薪火相傳。最後，希望政府能夠繼續做好青少年及大眾體育嘅工作，進一步優化校園同埋社區嘅體育設施同埋培訓，並且鼓勵具條件嘅企業同埋機構可以推動職工體育活動，以提升社會參與度，透過體育促進不同年齡層嘅人士嘅身心健康，構建和諧勞動關係，進一步落實政府齊運動健體魄嘅口號。多謝。